每個人都想揾到完美嘅愛情，可以明白我嘅，要愛屋企人，唔使好有錢，不過當然唔可以太窮啦。順眼就可以，不過見得下人就係基本啦。大家由相識到熱戀，再由熱戀變得疏遠，然後疏遠變成習慣，慢慢習慣成為摩擦。我開始淨係見到佢嘅缺點啊，我覺得越嚟越辛苦啊！我發現佢有第三者啊！愛情唔係我所想象，我係咪應該安靜咁走開，定係應該勇敢留下來？你可能問錯咗問題啊！當愛情遇到障礙，應該要諗嘅唔係離開定係留低，而係去問下自己，點解我嘅生命裏邊會吸引咗佢嘅出現？如果佢只係我嘅一面鏡子，佢反映緊我內心邊一個部分？喺呢個關係裏邊，我完成咗我嘅學習未啊？聽到呢度，你可能已經有啲抗拒啦，因為明明係佢有問題，點解我要問自己呢啲問題呢？希望你可以聽埋落去啊！兩個人能夠相遇，唔係緣分兩個字咁簡單。每個喺我哋生命佔有重要角色嘅人，都係靈魂彼此嘅約定，約定要幫助大家提升同埋進化。所以只要當你願意深沉去觀察，表面睇係對方嘅問題，但係其實亦都係你嘅課題。課題就係每個靈魂承諾去體驗同穿越嘅學習。舉個例子啊，當你抗拒同批判另一半成日唔負責任嘅時候，你可以用心諗下，佢背後有乜嘢課題呢？會唔會係逃避啊？然後再真實咁問下自己，我都有冇逃避嘅課題？例如你會逃避同人產生衝突，有感受但係唔去表達，喺生活上經常出現拖延。只要你願意從對方睇返自己，就一定會發現，原來大家都有共同嘅課題啊，只係呈現出嚟嘅行為喺表面上有所分別。原來對方真係你嘅一面鏡子啊，所以你推開緊嘅唔係佢，而係你自己啊。因為你冇意識到自己內心各種嘅課題，所以就自動吸引咗對方嚟共振出你自己未能面對嘅陰暗。你一直對佢嘅抗拒同批判，就等於抗拒同批判緊自己同樣嘅部分。所以如果當愛情遇到障礙，無論係選擇離開定係留低，未完成嘅學習就一定會繼續重複出現。選擇離開嘅同樣嘅課題，自然會喺下段感情再次出現。選擇留低嘅，如果只係繼續責怪，而唔係承擔返自己嘅責任，大家嘅關係自然會越演越烈。既然冇完美嘅伴侶，面對愛情嘅障礙，你仍然係諗緊去定留，定係願意開始往內求，從療癒自己開始？